18个，何时未度尽，无边众有情，立志不退转，受持此行心，即自彼时起，正眠或凤也，福德相续生，量度等虚空。好，那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它的功德，那主要呢就是以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主要是有菩提心的这个功德这个方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没有做太多太大的这些功德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菩提心没有从内心里面没有摄取菩提心，没有放下菩提心，我们没有严厉菩提心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功德都是日夜都是会增长的。那你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听得懂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就是修行有很多很多种的修行方式嘛，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做功课的时候，那做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时间能够可以做一点点功课，哪怕一点点，哪怕1秒钟、1分钟的时间，能够可以想起我们就是经常都念的，就是我们愿行菩提心的这些祈祷啊，相当就是我们都经常念的，就是殊胜菩提心，为生愿升起一生勿退时，不断愿增长。任何时候我们就是要想一下它的内容，它的意思，然后再念一下，这就是提醒一下自己啊。我们念经本身就是提醒自己啊。曾经就是我们的上师有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一次，说好像他就是说有国外的有一些外国人说好像藏传佛教念经是好像就是跟菩萨说话那我们的法王上师说，那这也没有错，也是事实，也是差不多，也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念经是什么？也是一方面是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念经也是提醒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告诉自己，然后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念。祈祷菩萨也是实际上就是提醒自己。实际上真正的说到佛也是在自己的内心，内心才是真正的佛。然后魔鬼也是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魔鬼就是自己所以就是所谓的我存在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在轮回，在轮回的过程一直都是在痛苦，这就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的。所以自己是谁也是魔鬼，那自己是谁也是佛。那么佛与魔鬼这个之间呢，就是一念相差，一个念头的这个差距，就是完全就是可以作为永远的魔鬼，也可以变成真正的佛。所以为了能够可以在我们从有可能可以继续变成魔鬼的这个因缘把它断掉，然后呢能够可以获得本来原有的这个佛性、佛的智慧，能够可以更清楚的方法来说的话，那就是念经修行。那么在修行来说到，那这个修行的方式来说到，有各种各样的修行。但我们大乘佛教的在一个修行者来说到，那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到，就是相当就是我们修持更高层的，就大属因也好，大圆满也好，等等各种各样这样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能够接触到这些非常殊胜的、非常高层的一些法门的时候呢，不需要虔信那么这个虔信是什么呢？那么没有能够达到内心的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接受多么高层的佛法法门传承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原因是什么呢？重点没有办法产生菩提心。我们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的这个，为了这个我们就要学习然后就是增加功德，消除业障，这几项都是必须的要有的。没有学习的话，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菩提心的重要性都不懂。所以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修行人，跟自己
符合自己的这个水准的一个这样的学习是必须的要有的，不合自己的，至少就是自己能够可以做功课。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做功课，能够为什么坚持做功课，原因是什么？我们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都不懂的情况下，那就没有办法允许，没有办法这个做得很好的情况下，那必须得要达到这些圆满这些的基础。那么再来说的话，就是有修行人来说的话，也是有可以分别有3种分别有3种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根器者来说的话，为所谓我们今生看得到的时候，他有没有做了多少的功课，他有没有做了多少的基础跟谦信，这些都为所谓。他就是有自然而然就获得一个法门就直接解脱的，直接能够可以成就的也有，但是这种的众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那么第2种就是大部分的人，那么必须得要有圆满的走这个整个要走的过程才是会圆满的。那么第3种来说的，那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就这个就是分别有3种来看，就是3种根器的。那么第3种根器的这个就是已经是进入佛门里面也是算是比较少一点的，但是第1种根器的也是更少。所以就是我们都是当做一个正常的，就是正常的大多数的人来看的话，那就必须得就是要做圆满的过程才是对的。那我们就经常都是说，我们要每天守菩萨戒，这个是非常重要嘛，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菩提祈愿法本里面都有那个守菩萨戒的仪轨嘛。那每天如果是守一次菩萨戒，保持能够有菩萨戒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做到一个这个菩萨的一个菩提心一直不断的发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坐在一个地方做功修或者是功课什么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功德是日日夜夜都是会一点一点的会增长的，不会有减少的。自尊做人着康中